大家好，今天教大家怎样做这个小笼包，素菜小笼包呀。首先呢，我用这个韭菜把它清洗，韭菜一个一个的好好的把它清洗，清洗完以后呢，我们就把它切成细片。然后呢，现在就要把它在水里面慢慢的给它好好的洗一下。这个头好好的不洗的话，这个头很脏。然后里面呢，刚才我已经一个一个的给它清洁了，所以有时候这里面有什么黄色的叶子呀，就把它剪掉。你看，我有很多的韭菜。好，现在我把它切成了2半，然后呢，我就把它切成很细，因为你要做小笼包，所以呢，这个馅儿呢一定要切细。如果你不把它切细的话，它会把你的包子弄破，它会捅你的包子。好，这是呢，我有1个小时以前，我把这个香菇啊，把它泡完的香菇，然后把它切成细片，切碎，然后这个切碎了以后呢，然后就把它撒在那个韭菜上面。我在这里面呢，还有加一些那个臭豆腐，还加了木耳，这就是臭豆腐。别加太多，如果臭豆腐太多的话，你的味道就不会很好的，会太浓。这里呢，我加了一点豆瓣酱，还有大蒜，然后呢，我再烧一点油，给它烫一下。好，现在这个锅已经干了，我准备在里面倒点油。我呢喜欢用这个橄榄油，橄榄油对人的身体呢没什么害处，所以呢我用这个橄榄油把它烧开，烧开以后呢，我就把它倒在这里面。现在呢，我准备在这里面给它加点盐。好，大家看，现在油现在已经开起来，已经开始冒烟了，你已经看得到。现在呢，我要把它倒进去。这就是我的秘密哦，没人知道，这个做起来很香。
因为油倒进去烫一下的话，这个味道会特别好的。把这个火给熄掉，你就给它搅拌，给它搅拌很好。这里面还要加一点酱油，酱油我就不用烧了，就这样直接加进去就可以了。韭菜包的馅儿，我做的这个是素菜包啊，不是有肉的哦。哎呦，这一次我揉的这个面呐，太软了，因为我的水量太多，不好弄出来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太软了，太软了。希望可以包下去吧。这个小笼包的皮呢，中间要厚，旁边要薄。一般说呢，这个小笼包的皮呢，做的越薄呢越很好吃。我们尽量做薄一点，不要做的太薄，你一包的话就会破掉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这样子包起来，一个一个的这样把它包。包完以后呢，旁边把它按一按，把它弄成那个立起来的样子。我这里面呢不敢放太多，如果放太多的话，那个皮会破掉，因为我的这个揉的太软了，这个面。然后呢，我一个一个的把它放在那里。好，现在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了，可以把它放在蒸笼里面了。把它放在蒸笼以前呢，你要把这个蒸笼里面呀喷点油，好好的喷一点，因为我这个手太滑了，抓不稳，所以它往下溜。好好的把它油给它喷一下。现在呢，我就把这些做好的小笼包呢，把它放进去。
装进去了，然后我把它放在蒸笼里。好，现在呢，水已经开了，我现在准备把这个小笼包呢，把它放进去，盖上盖，然后再给它蒸15分钟吧。15分钟以后呢，可能会可以的。好，现在蒸到大概有15分钟了哈，15分钟到了，熟了，你看，挺好看的哦。